Hello，我係 Elvin 啊，你哋嘅置業拍檔。1月份有個盤突然爆紅，期內12宗成交，全部賺錢。今日同大家嚟朗天鋒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今期同款爆紅嘅單位，實用面積286尺，一房一廳設計。一入門口，玄關位有一個天花燈槽嘅設計，進一步增強咗室內嘅層次感。門口嘅右手邊係一個 L 型嘅櫥櫃設計，樓底3.5米高，收納空間絕對充裕。呢個單位並唔係一個套房設計，當有朋友上嚟探嘅時候，可以保持到一定嘅私隱度。洗手間係發展商收樓嘅標準，沐浴間個 size 都適中，唔會出現轉身都有困難嘅情況。原業主揀咗發展商所送嘅家私，擺放後咧空間仍然足夠，唔會覺得逼。我哋出埋去露台睇一睇，一個全新3合1露台嘅設計。雖然望出去咧係風，但係都有一定嘅距離，主要都可以望翻屋苑嘅內。值得留意嘅係露台只係放咗一部製冷機，足以供應廳房㗎啦。除咗慳電之外，亦都減少咗佔用嗰個空間感嘅。之後我哋睇埋個睡房，睡房發展商同時亦都有床啦，有櫃，可以睇到實際嘅使用空間係唔少嘅。其實隨住樓市嘅回暖，區內嘅二手有啲30-40年嘅舊樓成交都超過 over 300萬㗎啦。仲要擔心個維修。作為新盤，朗天鋒今個月嘅二手成交大部分都係400萬以下，除咗係100蚊嘅釐印費之外，亦都可以慳翻一啲嘅裝修嘅費用，對一啲首置嘅買家亦都有一定嘅吸引力。以投資角度嚟講，現時嘅租金就收緊12000至到14500蚊。如果以最新嘅樓價去計，回報就一定會超過3厘㗎啦，係一個其實唔錯嘅長線投資選擇。大家覺得朗天鋒值唔值得入手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其他嘅樓盤資訊或者更加多嘅樓市資訊，歡迎 follow 我嘅 IG、Facebook、YouTube channel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